经理时常咧讲啊，讲为虾米迄个咱若咧拜天公咧，拜天公，迄只猪仔咧，拢会下一粒啥物？蛤蟆嘛。为虾米要下迄粒蛤蟆？就是讲即只猪本底就伊无甘愿要来封财啊，但是下一粒蛤蟆叫做甘愿嘛。甘愿啊，甘愿要用财嘛。但是伊有甘愿无？伊无甘愿啊！对一个人口来讲，你要来杀我的性命，我甘愿，你就要互你杀，无道理。但是呢，咱爱比较想讲，咱甘愿做一项嘛，甘愿是咱的领生，万主生良，万物生风啊。甘愿，咱有甘愿来这个世间，为着要创啥？其实重点，当帮助道。上届无，咱嘛爱甲咱即个家庭生存好起来，叫做道化家庭嘛。若无咱的责任，毋是讲甲子女养育互伊成人就好啊咧，迄是后天的一部分尔。佫有先天的一部分，就讲你若真正要爱你的子女，伊以后的命运会好。除非就是心道。咱我刚才甲咱讲命运嘛，命是先天所带来的，但是运就是伊一生当中的过程，你要安怎去甲伊改变，你要安怎去甲伊创造，就是会当讲道行公了愿，道积德，咱大家拢知影的，积德应利顺嘛，对不对？你若无积德，你要安怎应你的利顺？所以呢，过去有逐个就咧讲，啥物叫做功德？一日无错。这高老师甲恁讲一日无错便是功，一日无过便是德，这叫做功德。那么你功德要安怎做？一般咱会去认为讲，做功德，迄个有当时啊，咱拢有参咱咧前言啊、回光期啊，还是咱人啊回光期啊，拢会帮伊做功德。做功德拢安怎做？扣钱5亿，扣钱10亿，也看迄敢是咧做功德？迄是咱一般人的错误的概念啦。其实真正的功德就是讲，一日无错便是功，就是讲。伫即个即个一日的过程当中，你无做了毋对的代志，那安尼就是有功德啦。你无去讲一句伤害人的话，你无做一件无好的代志，安尼就是功啊。一日无过便是德，讲。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你无犯了小过、大过的话，那安尼你就有德行。你就有迄个德啊，对啊。所以伫即个功德的过程当中，嘛是会甲咱讲，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，伊的日常生活当中。
唔通做了无下道理的代志，唔通违背了人伦道德，那安尼你就有功德啦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人迄个功德的观念呢，拢会去错误的。啊，为什么要修行？要修行就是讲，咱会当谨言慎行，十五条规甲咱讲的。谨言慎行，就是讲咱咧讲话较注意的，啊，咱咧行为爱做好正。有当时啊，咱无意中去讲着一句话，会去伤着人，啊，咱家己毋知影。啊，所以咱时常咧讲，咱爱讲好话，咱爱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就是安尼来啊。哦。讲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。你若一日当中这三句话拢也记好条的，那安尼你的功德就慢有累积啊。无你要看迄个积德应义顺，啊你一天所讲的拢是伤人的，拢是咧诽谤人的，你安尼有德吗？哦，啊！你所做的代志拢是有当时啊，当然为着生活有一寡我感觉杀生的代志，咱尽量莫去做，因为杀生来讲是咱人生世界当中的上残忍的代志，所以咱杀生的工作事业尽量莫去做，会当转换。哦，啊，存好心就讲，咱迄个慈悲心呢。拢爱时时流露出来，哪里？因为咱佛菩萨的心就是慈悲的嘛，哦。所以修道无条命，付出用心肝。毋管别人安怎讲，我已经决定以身交因缘。所以即个修行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去认真。哦，修道是无条命，因为。修道参咱生死有关的，咱个讲条命的说不过去。所以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拢是尽量去牺牲、去付出。若无话你也看，咱会真正足慈悲，哦，去这间性就互咱咧使用，伊敢有条命，无条。为着众生的生死的代志，咱甘愿开遐个钱，为着啥？嘛是要互众生有一个较好的环境来修行学道。啊，伊才有要甲咱讲条命无嘛？所以这修行拢是全部付出尔，拢是全部牺牲尔。若有牺牲，若有付出，那安尼以后你就有成就。哦，以后你就有成就啦。不管你付出了偌济，不管你牺牲了偌济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爱有迄点心。假使咱若无迄点心的话，就对啦。那安尼，迄点心，咱若阁有迄点心，咱以后的成就就较袂了。哦，所以伫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当去看过去的前辈者，为着道咧开荒，为着道咧拍拼。伊嘛是拢无条件咧付出，无条件咧牺牲的，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